的铁道事故呢，发生在107年10月21号。那么这辆普悠玛列车呢，是由树林开往台东。在过程当中呢，进入都澳新马站，之前呢，在里程K89加218处呢，倾斜翻覆。车上呢，一共有370名乘客，那造成8人死亡，291人受伤。那其实呢，在这个车子在树吊站这边的前一班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我们讲空压机这个异常这个状况。它这个讯号其实这个故障的讯号其实已经在前一班司机他要交接的时候，其实这个灯号其实已经起来，其实他们还有警告的声响但是这个司机其实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他没有注意到有这个故障的状况，所以他也没有去回报检查员。那就是司机员会觉得奇怪，怎么会动力会消失，会减速？那司机员其实没有弄清楚，他在这个时候都还不知道，所以司机员在做一件事情，他一直把电门把手从我们电门把手就是我们的速度的控制的这个一个把柄那么他就一直在做这个调整，从 off 到140公里时速。来回的这样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在做故障排除的动作。那这个是等一下会看到后面时间往后推移，还会一直反复出现这样的动作。机子又不断的出现第3次压力不足，第4次、第5次、第6次、第7次。那你可以看到说，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司机员向国荣站长通报，他说列车这个动力消失。那么他们也开始请这个检查员上来检查。那么呢，会发现说，他这个检查员有1发车呢，他的理解是空压机跳开，所以空压机他们就去看这个空调冷气，其实这是蛮奇怪的，就是他看到空调那这个有一个检查员去看这空调冷气，那但是事实上这个事情跟空调冷气没有关系。那司机员这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后面但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发生的一次，他去做了隔离 ATP， 也就是把 ATP 关掉。那 ATP 关掉呢，这个时候他还是继续在运行，然后压力又再度又不足。那当中当然他有曾经想要换车子，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基本他讲的重点，就是说这个车长说，你有人坐错车要跟我跟调度员报备吗？事实上根本怎么会冒出这一段说跟坐错车有关系呢？那么最后快翻车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车速其实都没有降，就灰色的这一条都是差不多在140左右。这个黑色可以看到在非常短的时间，只剩大概1秒钟的，其实那时候车子已经翻，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就往下压，但是速度绝对来不及减。但是他也没有去操作刹车呢？事实上没有，因为刹车是另外一个自认的这个把手。